里有碗面，要走多久？10分钟。行，我们出去办点事情。等一下有几个警察叔叔会过来吃。告诉你，我请客。去年716，8枪抢走4手黄金币。今年年初13枪抢走150多万黄金币。他们好像一直都比我们快一步。3队人马，2辆摩托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。吃面。饿了就要找吃的，没钱了就得动手。他们不是饿了才找吃的，他们是吃了这一顿就已经想好了下一顿。再来。我们早就被他们先进。7分钟，沙皮打110。就你一个人。